第19章第1节。日暗，迄两个使者到所多玛，罗德坐伫所多玛城门里。罗德看见因，就起来迎接因，鞠躬面对，讲：我的主啊，请活来奴仆的厝歇眠洗骹，明仔早起来行恁的路。因讲：毋免，我要伫大街路过眠。罗德切请因才活转骹，活入伊的厝。罗德为因备办宴食，必无干饼，因就食。因犹未去困，城内的人就是所多玛人，对少年到老，四面来围伊的厝，叫罗德讲：今暗到你遮的人伫倒落，互因出来，照阮所爱做。罗德出去到门外众人遐，就将门关闭，讲：兄弟啊，请恁无伫做即号歹。你看，我有2个查某囝，也是在色女，用阮我带出来，出在恁所爱来行。独即2人已经到我的厝，毋通对因做甚物。众人讲：你摕去。佮讲：即人寄居伫遮，煞要管辖阮嘛？当阮要害你比害因较伤重，就挖过罗德，进前要攻破伊的门。第10节。总是迄2人伸手牵罗德入厝，将门关起，搁互门外的人对睡到大，目睭圆圆，拢未看见，找到先找无门。迄2人对罗德讲：你伫遮还有甚物人？或是囝婿，或是囝，或是查某囝，以及城内一切属你的人，你着互因拢出即所在，因为阮要凿灭即个所在。是为着因发险的声，伫耶和华的面前真大。耶和华找阮来，要凿灭伊。罗德出去，对带伊的查某囝的囝婿讲：恁起来离开遮，因为耶和华要灭无即个城。伊的囝婿掠做以实讲笑。天光，使者催逼罗德讲：起来，带你的某以及你伫遮2个查某囝去。行了甲即个城的罪恶3甲受灭无。罗德言前，迄2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，就牵伊的手甲伊的某的手，甲伊2个查某囝的手，将伊带出，安置伫城外。带因出去了，讲：你着逃命，毋通回头看，也毋通住伫边洋，着走去山里，行了受灭无。罗德对因讲：我的主啊，毋通安尼。你看，你的奴仆已经得到恩典伫你的面前，你也对我显出极大的仁慈，救我的性命。我袂话走到山里，行了这个灾厄到伫我就死。第20节。你看，这个城群通逃走，也是水，请容阮我逃闪伫遐，来保全我的活命。这个城兼毋是细下嘛？伊对伊讲：这个代志我也允准你。你所讲的城，我无要车倒，你着紧紧走去遐，因为你还未到遐，我袂话做甚物。因为安尼，迄个城名叫所珥。罗德到所珥，日已经出。迄时，耶和华将硫磺甲火对天顶对耶和华遐降落伫所多玛甲蛾摩拉，将遐个城以及全边洋甲城内所有的百姓，连地面上生长的，拢毁坏。罗德的某伫后面一个滑头看，就变做一支烟条。亚伯拉罕透早起来，到伊前日徛伫耶和华面前迄位，往所多玛、蛾摩拉甲边洋的全地来看，看见迄所在。火焰称悬，亲像火炉的烟。当上帝凿灭边洋这城的时，上帝少年亚伯拉罕，拄伫车道罗德所徛起的城的时，就甲罗德对车道的中间出去。第30节。罗德踮伫所珥行行，就甲伊2个查某囝对所珥上去，踮伫山里。伊甲2个查某囝踮伫一个洞内。大查某囝对小查某囝讲：
咱的老爸老辣，地上阁无人甲咱做匹配来照领导。来啦，通互老爸啉酒，甲伊相甲困，安尼咱好通对伊留存互下。迄暝因互老爸啉酒，大查某囝就入去甲老爸相甲困。伊什么时去困，什么时起来，老爸拢毋知。隔日，大查某囝甲细查某囝讲：我昨暝甲老爸相甲困，今暗咱阁互伊啉酒，你通入去甲伊相甲困，安尼咱好通对老爸留存互下。迄暝因阁互老爸啉酒，细查某囝起来去甲伊困，伊什么时去困，什么时起来，老爸也拢毋知。安尼落得两个查某囝拢对因老爸来怀孕，大个生囝叫伊的名摩押，就是现今摩押人的祖；细个也生囝叫伊的名便阿米，就是现今阿文人的祖。